我點解成日同大家講咧，嚟越南玩，盡量唔好開摩托車，因為真係非常之危險。即係包括我咁小心，今日都瀨咗嘢。因為今日咧早上落傾盆大雨啦，我行住外側嘅快線，正常咁樣直行，前邊有個阿叔開緊摩托車，佢係突然之間反轉個車頭掉頭，佢掉得一半先意識到我喺度向前行緊，砰咁就撞咗埋去佢個車頭嗰度咯。我成個右手邊咧全部都傷晒。咁啊〜不幸之中嘅萬幸啦，人冇咩大意外啦。我撞到佢部車之後咧，我部車搖下搖下，我以為我要反車噶啦，最後控制到個速度剎咗落嚟，但係隻腳已經係一邊手臂同埋隻腳咧已經係麻木晒。咁我即時痛到咧坐低咗喺地上邊去檢查自己傷勢啦，即係起碼隻腳仲喺度，隻手仲喺度啦，係咯。咁啊有啲遺憾啦，就係即係好明顯係撞咗車，但係佢掉頭嗰個司機明知撞咗車，佢係冇上前去詢問我咯，亦都冇上前去揾咯，亦都可以話簡單去講，應該係屬於交通逃逸咯，應該係可以係咁樣講咯。所以我同大家講過嚟，即係旅遊啊剩，你就實實在在打部車又好，租部車又好，真係唔好輕易嘗試開摩托車，因為我哋對呢度道路嘅熟悉程度又唔夠，法規了解嘅程度又唔夠，如果出咗咩人身意外，受傷嘅都係你自己咯。